向前，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无限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这唔先播图读之前呢，先同大家再来重复嘅讲，重复嘅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第一呢，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业，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字文意，同时在一个歌曲词嘅方面嘅用法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等三度加把项起来啊，怎要法度来研究何些客家语言嘅组合嘅一个教学也好，研习也好，所以希望大家。必须来熟络嘅方面安哈，同时希望大家各位乡亲呢，能够多听我一个录音，多看我写嘅注解，多读本文啊，客家白话语文、儿童文自然就会通顺流利，同时能够承接上客家优美嘅语言安尼。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今日嘅主题係一個標題呢，標題圖寫話是闽南嘅鹽田嘅田，個做圖面啊哈。同時在唔見播圖之前呢，希望各位鄉親能夠了解客家詩言同華語嘅注音三條不同嘅地方啊，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呢。第三層嘅用叫嘅嚇相同，用叫嘅做符合，但是客語有個音相大，在略嘅 fit 放起來，一個符合。雖然是講叫嘅，但是客家嘅叫嘅同華語嘅叫嘅方向相反，所以華語呢係有大音。向下再嚟飛得上嘅音啊，所以講第三層客家語音同嗰個華語語音冇相同。第二呢，第四層嘅符號完全是相同，畫一下呢。但客語嘅一個第四層呢，要中大上大下綁嘅是包嘅啊，綁一下。所以說中大音，啊，華語呢，就是由高向下綁，也是高向中嘅音啊。第三呢，華語冇第五層同第六層嘅入層式啊，所以客語有入層跳，但係唱歌嘅時間呢，讀到入層跳嘅時間，而綁音嘅時間呢？必須要用連音嘅啊同我來做襯詞，叫做唱我彈啊一個音啊哈。好嚟，我哋嚟看本文。第五項，天線服務。本文中嘅人物呢，有服務台、開台小姐嘅楊小姐。服務台呢，佢講啊，小姐按照好，有乜嘅需要捱服務嘛？楊小姐就咁樣講，捱想愛申請裝一機室內電話，服務台講啊，請問有帶申請人嘅身份證同印呢冇？請問有帶申請人嘅身份證同印呢冇？楊小姐講有，我一概我都要帶來，服務小姐講加好，請先來去出號碼牌，等下會依照號碼嘅順序喊依照號碼嘅順序嚟喊楊小姐講啊，我除非
迄12号，俺厝诶迄12号，服务小姐讲啊，倒位，你啊哈就迄领导12号位，请去有数片提个开台小姐，隔离判叔叔，开台小姐讲啊，小姐安怎？迄出到12号位，迄出到12号位，迄咩？吼，迄出到12号位，迄咩？杨小姐就讲系啦。毋看，你还手迄12号位排诶，你还手迄12号位排诶，开头小姐就讲，请问小姐，爱拍马嘅事情啦，爱拍马嘅事情啦。杨小姐就讲哦，我想爱拍再增加一期室内天花，我想爱再增加一期室内天花。来专门做传真用诶，开头时就讲啊，好，改好，感谢你啊请先将表格对你申请人诶姓名，出自身份证号码、联络电话等等项目啊。详细填好势，拜托哦。杨小姐讲好诶，小姐，安尼做得嘛？毋肯做得嘛？开头就讲哦，人讲下位是也讲哦，人讲下个是也讲哦，有答清楚，相当完整。个身份证同意呢，将来核对一下，本来来对一下，用说这个有样哦，唔敢嫌啦，希望个保障身份证同意呢，才压力，小姐，大天龙用为按格噶。真枪打机关枪呢？嘿，厉害！汉电真呢？哦，开头就是讲，小姐，感请问，希望咱叫去施工，撞天花高跌档啊！希望咱叫去施工撞天花高跌档啊！杨小姐就讲，希望后日拜四早晨10點左右，我會在屋卡等。開頭小姐就講，好，依照唔所講，唔嘅身份證同意呢還。你個繳費單將拿去留底下，收費窗口繳納3000元，繳完以後就好誒。楊小姐就講啊，小姐，個服務相當好，感謝我有閒上來了下。各位鄉親，再請大家來看那個客語頭腦所讀嘅試驗強嘅注音，按早就很早，早安那個意思。愛就我，麥嘅是什麼？麥嘅人啊，就哪一種人？麥嘅人啊，就麥嘅冇相同啊，嚇，麥人就是什麼人啊？人呢？人呢就人章啊，一個古書人講人呢啊，一概就是全部嘅意思，同概就是同旁，全部啊，所以一概有幾種嘅意思，全部、同概、
同旁第五加好，那很好，那很好。优术片就是优片别不用钱讲真片，讲真片哈。这里就是那里，七呢，黑你是不是你黑黑美黑美，这两个是涂改是，给头前个是肯定句，后尾个是问号，中美关系个黑黑美是不是？黑美黑美是简略的意思简略的变成讲黑美黑美简单讲黑美第八改好南部讲改好，北部讲亲好当好好色就是完整的意思，讲安讲记忆安讲漂亮美丽的意思，有的就而且第十奶油奶油哪里有哪里有第11不敢想就是不敢做批评不敢想第12褒奖就是夸奖的意思，褒奖就夸奖让位就怎么会让位怎么会这个是呢怎样的样让位第13安讲你这么快安讲大机关枪就是机关枪机关枪第14寒电子呢寒电子呢实在棒实在棒那个热呢一个内容一个叹号米也没叹号第15耐久是什么时候耐久是什么时候高脚高跌档这个个比较恰当没适当突跌档16后日就是后天后日日后呢就是将来的意思，日后同后日意思不相同日后是指将来的意思。17早晨就是早上安补就是指晚上。18无卡等北部讲无卡等无卡无加北部是无下那个南部是无卡等家里等大下就是下面有汉张累了再见的意思。在文中底图里所讲呀也个也得呢有11则是专言词，这个用来讲是呢变成哇啦呀嘛那个8个音，所以像他个详细的了解这个专言词的用法后来看图这个中华天信股份有限公司马股这个的服务台天业的服务台专门处理数据啦买卖啦也是数据有疑难插针的就可以了，满意拜托伊第3呢就是讲天星局出号码嘅牌申请业务抢先出号码牌但是立天花费不是按第4就是关于讲单一参考单一窗口，就每个窗口都可以处理一切的移动和申请的天线业务一个人用电脑可以处理一切的业务第5呢天线有购费的窗口可以用转账的方式和现场的购费第大下呢就讲天线局的修理厂工厂厂假使有障碍的时间请打112大下呢就投牌的电话机现在的第8呢新型多功能化的有类化细化
还50多个天花嘅显示嘅記錄也嘅嚇。大下呢，就是講客家商業繪畫嘅內容有16嘅，希望各位鄉親呢，多多將客家語嘅所成立嘅話語呢，來熟絡記在心度裡。這本書呢，是在2004年5月嚟所著作嘅，也包括是經濟學、企業管理、QCC 行學嘅理論嚟所寫作嘅。也就是講樣板來創造買賣生意、生產嘅道理。生意是買賣商品，生意呢就是那個買賣自買賣生意是指基礎方面。俗語所講貨真價實仍可以。莫講生意好多話講生意脆好累累，也是做唔得到在下來一個聯營師最上面同大家拜託。一個聯營師不管是好多客都有聯營師，但是客嘅聯營師呢，非常嘅有規則，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了解。就像來講那個韻母呢只有 A、E、O， 但是個數呢是 A、E、O 來講是呢對 T 嚟讀嘅就哇、聽嘅啦、呀、嘛、那、呀、噶、巴，大音是都讀 A 音A 呢有 V、咧、耶、咩、呢、嘅、嘅、bé。個數音是個數創造性比較多是用語音就變成V、哩、E、咪、呢、呢、幾、B 嘅音。所以以上呢，希望各位鄉親多多來練習一個聯音師各位一個大下一人所寫嘅 M、N、N、G、B、D、G 呢，一個做微音韻母嘅微音變成聯音師嘅聲母，也係單音嘅時讀法呢冇相同。嚟讀一遍，俾大家嚟聽下啦N 做韻母那個聲母音嘅時節是呢個音，就像奶、呢、愛、奶。做韻母嘅時節呢是呢音ON 就像這個 no NO 就 no，ON 呢是 on 大音嘅時 N 大音呢有個但是你這個特色呢有兩音，一個是一個是continue 嘅 M 以做母音嘅時節變成母嘅音，這個母嘅MO母就麥當勞個就母到後尾時節呢唔係音，單音 M 嘅時節呢都唔係音單音，所以 M 再看到 NG 呢也沒音上市也是一個音 NG， 就叫牙是牙或者音NG 就音，一做聲母嘅時節就音，當韻母尾音嘅時節呢就 on 就叫動影響嘅都單音再看 B 嘅音，做聲母嘅時節就波嘅音，就那100、200嘅百，波100做韻母微音嘅時節呢就變成 P 嘅音就像 P 音阿伯牛嘅阿伯嘅這個 D 嘅音呢就德嘅音，就個調嘅調調，這個到後尾嘅時呢特嘅音這個 D 就到後尾嘅時就變成特嘅音就得東西了買個得。G 呢G 做母音嘅時就個嘅音個夾鴨夾做後尾嘅時呢，科嘅音個惡角
一国两國嘅國以上呢就是講MNNG、BDG 也做聲母同做韻母嘅語音冇相同一個發音呢，同美國嘅英文是完全是相同由韻母變成聲母嘅語音嘅變化同英文嘅變化是完全是相同再講到客家白話語文嘅聯音是用 union 聯音嘅意思，聯合國嘅聯。英文嘅呢，也相同講聯音，但是連狀嘅連就 connect 聯音，兩個冇相同。希望各位同學多多嚟研究一個聯音是對客家嘅，尤其山歌方面呢，非常嘅重要。山歌字，老山歌字旁邊手條亦都完全係用一個聯音，同時語音對話啦等等又可以講我用到聯音詩聯音詩。以上呢，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